直播 Now 頻道睇世盃，阿哥好大 hit 累全家。點解大台唔播美斯？想喺屋企睇下 My Honey， 又要裝收費電視，唉！傻啦，你喺鴨記買個機頂盒咪得咯，唔止香港收費台啊，連日本、韓國、大陸、美國台都有得你睇啊！想睇邊個 Honey 邊個 BB 都得啦。吓，咪玩啦，犯法噶！我哋海關早前咧接獲版權持有人嘅舉報，指一款嘅電視機嘅機頂盒咧涉嫌非法向用戶提供12條收費電視頻道，其中就有7條嚟自住喺大角咀嘅阿哥㗎，佢就收咗大陸主腦每月800蚊人仔申請收費頻道，仲叫埋細佬幫手將8條 Now 嘅頻道，包括 TVB 嘅世盃台，經電腦 upload 去到海外嘅 server。阿哥仲俾錢揾個朋友 upload 3條 channel。嗱，咁個大陸主腦仲揾埋經銷商喺深水埗鴨寮街賣機頂盒，每部1700加800蚊年費。而由呢個海外伺服器裏邊再 download 翻落嚟呢啲咁嘅機頂盒，咁買咗呢啲咁嘅機頂盒嘅人士咧，就可以睇到不同嘅節目啦。Now Cable、TVB 同埋大量美日韓電影都有喎。接獲 Now 投訴嘅海關就喺前日分別喺大角咀、梨木樹同埋油塘拉咗阿哥兩公婆、細佬佢哋阿媽一對朋友夫婦，檢獲11部 Now 嘅解碼器，再喺鴨記嘅攤檔拉咗2男1女，又喺附近嘅貨倉檢獲38部涉案嘅機頂盒，總值大約14萬，估計集團嘅內地首腦仍然在逃。呢次海關咧係首次引用咗版權條例中提供批地服務嘅罪行，對機頂盒進行執法。Now Cable 同埋 TVB 都希望政府積極採取打擊侵權行為，制定有效嘅法規去禁止電視機頂盒嘅侵權行為啊！意式風暴6月19日全城反貪。